平台几个参考平台知音的朋友，观众爱大家好，我是王磊，和你收看精彩的苏州电视市场，继续请大家欣赏上篇台词《商业园》。那么今朝呢，你来交代一下视频来事。你是国家一级演员，今年呢已经是69岁该领职，你帮著名电视演员单显军为师，代唱《梅花梦》《龙凤杯》等上片。之后呢，也跟在余伟翠来师学唱《雨蝶》，代唱《黄日榜》，其中400段一段，可以讲是脍炙人口，也是视频的败类唱段。那今在一位老师班队里向呢，现在来听一听一段精彩的雨蝶唱腔，请欣赏。你家一名少女啊，根本不是啥个平如家境。甚至就为啥虚实？各方家虚实的问题。但还是旅人答忘了他3分看出来是假的，毕竟没得比较比争。谁当时王日榜已经相互照亲，彼此良心了。努力些在课室上望真理相亲，那他像那么样弄法，你只做该种事体，我娘有责任，分解如何？所以随他是旅人讲，请讲过，那别急，我马上勾搭进去，我寻找你是他去拼命拼力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逍遥在了亡人之中。是旅人想想，请讲你好的，你也打致我能给他带进去，不过不个必要。这趁我女婿杀人当然个在想，我一个手在大力期盼一路接上，我只能使人回去。再说能不能打出去，吃亏露出还知道不必。亲母，女儿几万血了，梦有养他众生，一起竞争。不必了。来他想你分让我大致性武器，我一个字，我还要去认到个母娘生女子。既若虽是，待来生一人竞争，与这一仗拼命。妹啊，开这个也是分弄清上哪桩事体，听得现在的方式明白，啥么子啊？原来王日榜个3句总是想要个女婿来孩子，来封虚实，介绍侬能虚特子，那么侬能虚特么3个侬我上面一旦虚特子哇，一个人家一塌不是风光了3日天呀，这就也是哪谁的嘞？现在听你讲，说个一的经历没去寻找个儿子，规则里相互退婚，哼，这你的天无是个500那种汉人了还，有是有个。别个一个已经死脱，还有一个还分养出来，个也是很满起来的面孔10倍人倍。哼，我家对人对着狗，得主生来挨一口，你这个烂吃梦！哈，我对你妈妈那副做行为，讲怕我皮，得主生来蒙我烂吃梦，蒙我烂干活子啥，不能管，这上烂吃梦，你是天我。亲母，你不要生气啊！谁是你的亲母啊？哈，你是宰相的亲母了，我是打不起，还是你谁讲？出了屁魂精，然后都比
王老太太无地自容，我还不面孔等给他，咋追？实在不晓得心无，讲讲口里哭进去，不知道会出啥事体。说是我为大帮赶起睡着，人忙正心无规律而来，现在大路上一口，哎呦，心不着你，哭得来人儿相逢啊！在呀，有李三姐啊，本在自个房间里面哭得死去活来，想不得三姑娘为得比良心，来封虚是拿自个虚脱。想想不面孔为了石岗上做人，还是死死吧。就准备上点信息路了噻。引去的东北屋头上来嘛，拿驴去下来。哎呀，说三姐啊，三姐啊，该天到那催定追不得，你就想想开吧。晚秋是秋，谁是秋发生，都上了哭。现在科技的古太太进来怎么能喊个都是，不举我来嘛，谁上谁？哦呀，宝宝啊！现在啊，你到底怎样了啊？不是他陪着很心里，小儿不好。
担心我妈妈，你养我弄来大干经济，你都要不肯，你这个娘还不同意。我讲没办法，做不动自己的拿来屋里呀。现在啊，女工呀带你进京，娘你父亲母亲不允，因此女工只得一人到京城，与这一仗拼命。我叫他相互太亲，想到单位问出，杀你们抱肩送友，你在家中生死也担心啊！女工也去了，不啊，孙子也不中啊！是你刚也去才实在不说的，哪能不的？不媳妇俩搞的依依不说，也是得上来着，得上的一口油，各种强烈。但侬妈妈才是那个，哈哈，叫人搞不搞去搞不王穷，今朝弄出该种的事体来，哼！你这个三先生啊，我也可是什么啊？与我快滚进去！来吃不？你还来在此之做什么？快与我滚出去！拐着侬滚进去，拐着了他也滚出去。忘了他没办法，我实在是这样，那么好了。但是家房间里向拿天幕都菜裤子等待理一理，三百个一插，再来围队上谁有人？过些辰光谁有人作业，特别是学者，亲自郎中先生郎口，根本说话不能送来。那他一打谁高，西门出来，准备外出是靠了屋里海当房，不有的，只3个外水蛋，一路走一路来浪考，咱这富贵能为后，该有青海都一生。师傅，我把你这个不孝啊！想想，一个人家穷的辰光的蛮好，你自总是让牛才弄出该种那个事体，家门不应啊！那。
不能种例子，哼！那种相互动上，我不问告知了子不对，莫拉脚步。现在一路进海棠坊，但是高里门口一口，哎呀，不对噻！
啥地方自家不离个门堂子没法啥？哪能说？啥地方三改菜我没了？这看见高大的门楼，有切里沟，哪能说？阿为最初啥？再回过身来，对门相邻预定一门两大，他的门对门窗对窗个样，不错吧？根本那彼此新郎之争。哦，想到前腔请加工，等我讲是地方官业我海棠坊来房子出的非基人工上流公布，我是用不着，我习惯着。请加工是来娘多几三吧，这地方官拍马屁，动力人子往是辜负我出来的，用法的来水不理解啊。问我们打发了新郎，想不到短短不几日天，房子当飞黑，啥个细节？那么想想你知啊，一个人穷是个房子决定，与此同地在啥新房子，不同地发起剥决衣裳，与同地挖起剥新衣裳，你不啥高兴还我一个个，你但是对。别出现在，既然自家屋里进去走，人打进家门盖，怒气冲冲。想想那一种荣华富贵，我是指坟头一杯。他是进门前。我母强，我们王家大不要这哈风光，相信我不是句话，我人牛走于三天。我非看，想当初我们一家平庸都是谁？到如今也哭死了你家妻，恨死了我娘。就家破余生，见那红18条心头上，写的是贵妇老矣往日般，今口结的双女郎。知儿名字，你这说走西开门前的功名么起咋看，真正对得起我不对呀。下一媳妇女用砖，他是谁马双流有大方，那一转出门里双女郎。你的衣有衫老你穿，我背我他当初有好一关，不以你贫穷不早一关，你家他的儿女就路完，那一转出门里双女郎。三日你的岳母当
处，他的凄凉下，也原谅他们也是女儿的枪，在你给卡领营挖都让自己，趁着狗你好东端报这样的分人来送礼函，老爷装着门你双让徐家大的身中的强希望良心配人算，他是最剧本来是我们你的功名，虚虚的女用装么真身对待老你参。想你谁与你的不早吧，娘命口足够算谁你，后日百姓当实在传，假一番你真家里有你吧，与有你莫惊我娘。是这样不孝的孩儿，我不要是哪一个把那拔掉贴在我们家么水人，稀罕你这不平让那个种不仁不义上有善的事情呢，所以打上一步，我爱你的包袋恨我来，给你张包袋一路恨我，头一头鼻浪下啪一朵头。李香文毛给李一个当场是由我们派的来看上女公布的，现在一听没发对话，像是我的很自头的声音哪能说讲打出来一口没发得了呀，这口这个烂塌布拿上女个包袋统统分子我来打着的说了嘿，喂你烂塌布哎哈耍个名堂，拿上女来一个包袋统统恨光，你有几个男的有人出起眉头来有严格，我老自家屋里啊，我恨的是儿子的包袋，今年勾着我内政，有个兄弟嘞，来上几个脑袋气昏，哼，你是哪一个？哼，我们里都不说，还是公务员了，你在此是做什么啊？你要都闷他个，口上有公布啊！哼，原来是一只开门的狗，呸！我抠门狗呀！我们呢？你说得让人啊？说得让人讲出来好啥呢？我是这个双牛老姨的母亲。你上牛个娘啊！啊！你个张面孔嘛，发去书房里摘摘口，还是样了嘿！哎，我当你说，那个老太婆耍个名堂，跟他上牛半点不书生，我要买充这个娘。哼，走。哪里去？罗大起了，我们里请来吃果子啊！哦，儿子中上牛娘也吃果子噶，有个中多名事体。正在只是对门乡邻许巴巴了才听起来，现在打出来一口嘛，哦，原来口门屋头不认得上牛多个娘，这个是凶法子，是眼睛过来的。兄弟啊！哎呦，许伯伯来着，来得真看了。你带来平民口呢？这个老太婆想上个枪，我上月来一个班带通通很光发书生，介绍我要买充这个娘来。哦，是不是？我们老里在我们里请你吃果子去。哎呦，那个呆子得不是请上月多娘吃果子啊？你可不去想他是哪一位啊？
李呀，哎，用不着门的，吃了他神经病，吃了他就是双牛老一的太丰神啊！是爸爸，啊，是真个假？我到那里呀，还是第五天看你饭在非子厅内吃过事啊！哎呀，还这个来得在这个菩萨的孩子玩，还得是个面孔不露呀，眼睛不露到菊花来嘛。哎呦，那他对不起，但是屡屡不想个呀，一眼不识他噻。哎，得在这里来，他嘿，来他，你眼睛个吧，譬如冒着欧去放山。哼，一副都不会讲，看都也看，滚了出去。哎，写得在。娘里滚得有我问他只有个讲，现在上有这个娘为做来着，一边弄得分动啥子么？张氏呀不弄海个了呀，这么弄海是么几几他夫人呀？所以马上跑两欧队来服侍了人，当然是本来他外头给，这个用法到有人服侍的。那么这些人光个虚名弄在身上，这看起来他怒容满面，哎。是你啥子人中枪的啊？许爸爸大义不狠，我奉信没出来，不是那体口。许人一口耶，就这种那个事体个，哎呀，介绍是李相夫这子听在心努里一个高血肥也噻，这个是一个son血好，那么都被这种枪的，哼。这样一口，不让三个叫有10年讲，再厉害个人经济谁也比。王世荣嘛个鼻子嘛，这真个像，许8分口出来，根本是来他难准备呢，还呢？是我马上要勾搭着你想我要打你自己拼命，请来们在一直当海杂说放心，可是体育我办。来了，他正面门在也在经济人上儿子，不晓得谁家吕门出事体。生日就围绕这个封信时里，嘎嚓屁股跟到进去。你张破个封信，把人家看出来是假，可是替我觉得。所以马上怕第5人到谁家去当天我就围出来说他要有人在。这封信都分口出来，搞信以为真。喝2斤咖啡沫，现在忘了他不能这个谁家里勾起出来的，好，生日有啥灵感？对我带夫妻分我出3次，怎么想这个？嘿嘿，大夫是我趁此机会了，哪个谁努力呀？他一个的，我只放一个的，我大力做夫妻，这个3岁时代经历。不往这帮写到往这帮弄不清爽，那是刚刚什么该考试生日久了呢？根本在光想理也有改，你无听我无意，根本我把相夫妻摘清。那么相夫摘清是哪下去？我把不台北，想要害我的，超3对夫妻帮我做视频支付，视频支付做发财，为了找一个标志的离婚率高支付，嘿嘿，灵感。那么想个谁绿人随便那方要答应。我只有打钥匙去商量，因为钥匙偷塞的，一刻不为而止，人与亲谁3家去，是关着奴3家去害得来。这个让这个多多，只能不能往这帮3必须脱了。那我怕你闹，我身居太低，我也上当过他，所以你当到20去商量，偏地一个身居风对措施经典，每年弄的照样不得100两黄金。你当个谁搞回答？这样多20答应，拼地是有嘞。你都是能不肯，我怕起价值过去。我的枪刀里8当神情，杀人7生4世。假设生日就要讲枪击努力，何为计说？让3年门的16岁辰光，上山买并不压制而亡。侬的名字还叫谁努力？现在要被刚刚吃过，困觉会再不来夫妻了，刚刚实实。听见有的有哭声音，问我的好日绣花，我的是哪个妇人呢？这个张事体呀？哦，
有个姑娘从西路底下人努力坚持起来着，求你求不成，要寻到西路终于上个难处，让我努力喊进来门口，帮不了我解决点困难，做还是自己的。这个这不再将他负尽重仓。那么两屋里过来，我才努力才起来，加上好几不里抓抓，福大中仓，保障等死娘里手定。